第13章，智慧的囝听趁老爸的教导，自高自大的人毋听责备。人讲好话有好的成果，奸诈的人多无强报。约束对峙，保全性命；随便开喙，智教毁灭。贫惰的人心羡慕，嘛得袂着；打拼的人为心满意足。义人厌恶白贼话，歹人失体面，留臭名。公义保护正直的人，邪恶败坏有罪的人。有人装作好业，其实无半项；有人装作善賊，其实有真侪财物。好业人会当用钱赎命，善賊人毋惊人威胁。义人的光会明亮，歹人的灯会失去。骄傲一定起三钱，听人苦劝有智慧。毋是打拼得到的钱为哪减少，流汗积蓄的钱为哪加添。所仰望的久无实现，心就痛苦失志；所意爱一会实现，生命就充满活力。藐视道理，自取灭亡；尊重诫命，得到报赏。聪明人的教示是活命的水泉，会互人脱离死亡的罗网。明理的人会受尊重，受接纳；奸诈的人的路坎坷歹行。通达的人用智慧做代志，戆人显露家己的愚戆。歹的使者，互人陷入灾祸；忠心的车婿，互人得到医治救助。拒绝教导，为智教善策见效；愿意受责备，为受敬重。所以爱实现，心就欢喜；离开歹待，戆人毋愿。甲智慧的人同行就有智慧，甲戆人做伴会受伤害。灾祸会堆积罪人，繁荣是义人的报赏。好人留产业予子孙，罪人积聚的财富，最后归义人。善车人的田园生产真侪美牛，毋过因为无公义，煞拢受抢夺。毋甘责罚囝儿是无听因，若听因就得照时折毒。义人会当食甲心满意足，歹人的腹肚不时夭夭。